用流暢的運功與細膩指法帶來精湛的二胡演出。他是專業二胡老師陳文寶，而工藝大師劉靜文也拿起吉他，兩人跨界合作演出歌曲《愛你一萬年》，為現場增添不同音樂層次。多愛囡仔啦，這算當是上好口的，上好口的一個老師，甲伊咧合作，伊會當可能。比如講，咱咧笑，還是咱咧伊會當甲咱引導。在台南新藝音樂協會舉辦的活動中，陳文寶臨時被 Q 上台，依然穩健發揮，展現專業的二胡演奏實力，讓整體活動更具亮點。現場氣氛相當熱絡。多年來，陳文寶深耕二胡教學，在台南永康創立聚寶堂二胡教室，課程兼顧傳統與現代，不僅教授經典曲目，也融入流行音樂改編，讓不同年齡層的學員都能找到學習動機。二胡本身，其實它最原始的魅力就是它跟人聲是算是最像的一個樂器，因為網絡的關係，所以本身我個人是比較偏用爵士樂的系統去套進去傳統二胡的教學裡面。在傳統國樂的延續與傳承上，教學從基礎入門到進階演奏，並採取開放試聽、彈性排課等方式，同時鼓勵學員透過錄影記錄學習歷程，並持續經營社群平台，讓國樂不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而是逐步走入日常生活，成為更多人可以親近的文化形式。記者江淮台的報道。